17岁就替安平虾饼老店销售的郭继军，走过原料代工、自产自销，2019年就拿下世界食品评鉴大赏，并建立全新品牌。面对疫情期间的不景气，花5年不断研发自动制成。他说，原本1个月生产300公斤原料，至今已经有1吨的量。所以今年下半年就可以开始接日本、美国、越南、新加坡等国家订单，要将台南安平的虾饼进军国际。保留精神的过程中，我希望它可以被国外看见，所以我花了5-6年的时间去研究整个制程，如何去提升，也要保留它的品质跟风味。那在去年的时候，把这个产线建制完了，那也被日本客户，然后新加坡、越南、美国的客户肯定。那我希望在未来这些国家都可以吃到我们的虾饼，并且去推广它，也能让其他的国家看见我们台湾。郭继军表示，他是不折不扣的第一代，当初没有人传授，为了生存的是拼了起。这回重新在工业区开幕，就是要应付外销货柜的仓储，并且将虾饼产量提升，甚至有社会责任。他强调，绝对不是卖虾饼而已，而是做出不同，做出多元的产业文化，让虾饼自己来说故事。我希望我建立了新品厂这个过程中，是能让国外的一些亲友或者是友邦国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是更有竞争力的。虽然虾饼只是零嘴，不过在郭继军眼中却是相当有前景。一定要改变原本产业文化，要敢投资别人做不到的。目前他已经准备新柜，让安平的虾饼产业永续创新。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